高雄这几天，一世界拢出现大量的刺毛虫，包括徛过的铁门、公园的凉亭啊、甲器材等等。尤其是这款刺毛虫甲伊的黄金菇这款树啊附近，这数量是搁较侪，看到互人起价保皮，嘛恐惊是会引发过敏。政府表示讲，最近拄好是这款野的生炭期，会赶紧派人去处理。 真正的社区公园内底，无论是囡仔生的佚佗物啊，也是厝厝啊，甚至是运动的单杠、民众休困的凉亭啊，四界拢有野裤吊伫咧顶悬，一粒一粒摆甲密密密，互人看甲起价保皮。里长讲，对顶礼拜开始，公园4块连凳规个拢是刺毛虫，安怎扫都扫袂完。日日透早伊来巡状况，煞常常看到公园正做这款模样，也不管这段时间，大家拢惊甲唔敢来。哦，昨阮2个孙仔来哀叫，悠叫啊，啊，都拢虫啊，哀叫啊，一直叫啊。啊，就唔敢算啊吼。伊拢讲迄唔是虫啊，讲迄是蛇啊。之前都是看到毛毛虫，隔天之后就不见了。但是今天我早上来看，全部成蛹，很快变蝴蝶了。那为什么会那么大量？也不晓得为什么。这是我当10几年的里长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量的虫。 那镇定，包括桥仔头、左行南马溪地区，拢有传出刺毛虫危害状况。为咗民众拢卡1999去反映，市府相关单位要派人去查。公园处表示，这刺毛虫拢是一款黄野的幼虫，最近拄好是生炭期，主要拢是出现伫咧蜡墙树顶悬。针对民众的环境，因会加强巡检处理。如果树木有临近住家，公园处将派人进行修剪；如有大量掉落情形， 也会派水车清理，另将针对公园设施加强巡检，及将该幼虫清除。因为刺毛虫数量侪甲真惊人，民众烦恼会引起过敏。对此，公园处强调，这款野幼虫对食物甲人体袂造成危害，佮加上这是自然生态现象，若是有影响到民众的生活，因才会去清除；无影响到的部分，就会维持自然生态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